冥王星逆行，問題捲土重來，引發恐懼與危機。近來的星象似乎要跟固定星座金牛、獅子、天蠍、水瓶過不去。繼天蠍座滿月後，冥王星將在今天起在水瓶座展開逆行之旅，準備在未來數月的時間，將生命那些長久堆積的問題一層一層的揭開，迫使我們挖開問題的根源，在絕境中進行徹底的清理。冥王星所牽涉到的領域，從不允許輕鬆的存在，它只允許一切刻骨銘心的體會，真的是那種刻進骨裏、刺進心裏，才肯放你一馬。這顆如此深刻的外行星掃過星盤重要的位置時，通常都會讓我們墜入一次深淵，品嘗絕望、恐懼、無能為力、怨恨、不甘的情緒盛宴，讓我們一度窺視生命谷底，原來可以那麼的黑暗。既然掌管着一切地下世界的事物，冥王星固然會在逆行期間翻開很多秘密，我們可能會在此段時期發現，身體早已積勞成疾，或潛藏着嚴重的問題，令你無法再忍痛逃避，關係早已有缺口，甚至有背叛或離心力正要引發出來，工作或生活模式早已不再適用，令你不斷地失去原本建立的日常架構。很多人會在這段問題爆發的時期怨天尤人，感嘆為何問題一時間湧進來，令生命難以負荷。但冥王星所牽引的問題從不突發，它只負責把長久存在的症結翻出來。所以這段時期特別需要去回顧自身不敢面對的是什麼，不敢去觸碰的又是什麼，才不會讓同樣的症結一次又一次侵蝕生命。只有當我們願意去直視恐懼，翻開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，才能選擇在考驗之火裏會痛苦地焚毀，還是在月火過後重生。